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到第19页，那就是讲到中间呢，这边就是于内视这个物质上产生的，而不是成立于外在的对境。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做解释。如果根据唯识实相派的话呢，主张色等五种外境，虽然不是外在的对境，但是其初分呢是成立的。那根据唯识假象派的话呢，主张色等五种外境呢不是初分，因为如果是初分成立的话呢，那外境呢就必须成立。那这个唯识实相派跟唯识假象派呢，我们之前就有讲到，就是唯识假象派呢，就是随教型的这个唯识宗，那唯识实相派呢是随教型的唯识宗，那唯识假象派呢是随理型的这个唯识宗。那这两派的差别呢，就是我们前面就是第16页呢讲到说这两个的差别的时候呢，最主要就是在举例的时候就讲到说，在凡夫心绪之中，就是直射根线前通达的当下中呢，那初分色显现有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这个初分色显现的这些部分呢，要是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话呢，那就是实相派。那程许说呢，初分色显现的时候呢，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呢，那这个呢就是假相派的定义。那为什么叫做实相或者是假相呢？那所谓的实相呢，因为它程许说初分色在显现的时候并没有被无明习气所产生，所以其所显现的初分色呢，如同显现一般是存在的，所以显现和存在呢是相符顺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实相。那唯识假象派呢，它程许为假象原因，是因为它程许说就是初分色显现的那一分呢，已经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因为有无明习气所染污的时候呢，它就是所谓的错乱世，所显现呢与真实所存在的情况不符顺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是假象派。所以呢，我们这里就解释到说，所谓的就是实相派呢，就是它所显现的形象呢是真实的，所以叫做实相派。就是我们在讲到说真实的形象，那什么叫真实？就是我们一般说就是真实无虚诳。那称之为真实还有无虚诳的时候，无欺诳呢，就是指到说，当凡夫心绪当中的这个直色根现前呢，它在显现初分色的时候呢，它所显现的初分色呢，是如同它所显现般存在，因为呢，它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缘故，所以其所显现的初分色和真实存在初分色呢，二者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其显现呢是真实的无欺诳的，所以称之为叫做实相派。那以唯识假象派来说呢，就是它的形象呢是虚假的，那虚假呢也就是不真实、欺诳的意思。为什么是虚假不真实呢？它的形象为什么是虚假呢？因为它所显现的这个形象呢，就直色根现前在显现初分色的时候呢，已经被无明习气所染污，所以其所显现的呢，跟真实的这个初分色呢是不相符顺的。所以呢，他才说所显现的形象呢是不真实，是虚假的，所以叫做假象派。那虽然说呢，两者呢都是讲到说在直色根现前在显现初分色的时候，但是这边要注意的呢，就是形象派所指的初生色，还有假象派所指的初分色呢，他们所指的呢是不同的东西。那这边呢就讲到说，虽然说两边呢都承许说，就是直色眼知呢在显现初分色的时候呢，那一者呢承许说这个初分色呢它是存在的，所以以实相派来说呢，直色眼知所显现的色呢，初分色是存在的。那以假象派来说呢，就是直色眼知所显现的这个初分色呢是不存在的。所以一个是存在的初分色，一个呢是不存在的初分色。那以实相派来说呢，它所承许的这个初分色呢，指的呢就是我们眼知呢所显现的外在的这些色法，因为所显现的这些外在的这些色法呢是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实相派呢，它所讲的初分色显现的这个所显现的这个初分色呢，就是指我们存在的这些外在的色法。那
以假象派来说呢，因为它承许说这个出分色呢所显现的出分色呢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所显现的这个出分色呢，指的呢是色外境成立，也就是指呢色呢它是不需要观待直至之了知，然后呢和了知是有距离存在的这个色外境成立呢，那这个呢是假象派所承许的出分色。那刚刚呢，就是接下来就是这边讲到说，若根据形象真实派呢，就是唯识实相派呢，他的主张的话呢，就是色等五种外境呢，虽然不是外境成立，但其出分呢是成立的。那这个呢，就是讲到说色等五种外境呢，虽然不是外在的对境，不过我们这边呢，就是改成就是非外境成立呢会比较好，因为我们上一堂课就是有解释到说，外境成立和外在的这个境呢，外面的这个对境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所指的色种五境呢，它不是，并不是指说它不是外在的这个境。它不是外在的对境，这边指的呢是说，藏文的原文是说，色等五种外境呢，虽然说呢它不是外境成立，虽然不是外境成立的呢，但是呢其出分呢是成立的，因为就像我们在第16页呢，在讲到性相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就是凡夫心绪的实色跟现前当中呢，那在显现出分色的时候呢，在显现出分色的这个部分呢，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这个唯识呢，那也就是实相派的这个性相嘛，所以这里就刚好和性相里面所讲的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缘故，所以呢，它这个出分色呢是成立的。这个出分色既然是成立的话呢，它自然呢就不是外境成立嘛，因为我们知道说外境成立对于唯识宗来说呢，它就是所谓的法有我，它是法无我最主要的一个所迫。但是呢，唯识宗以上是承许法无我的，所以它并不承许所谓的外境成立。所以色等五种外境呢，它虽然不是就是外境成立，但是呢，其出分色呢是可以安立的，所以这个和第16页的安立的性相呢是完全就是可以吻合的。那如果根据就是唯识假象派的程序的话呢，他主张说色等五种外境呢，它并不是出分色，因为呢，它如果是出分成立的话呢，就外境必须成立。那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以唯识假象派来说的话呢，他认为就是色等五义。那色等五义呢，就提到说，因为它的有境的境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有境之义嘛，所以叫做色等五义。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色等五种外境呢，它并不是出分的，因为呢，在前面的这个性相当中呢，就讲到说，因为它承许呢，就是直色眼知呢，在显现出分色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已经被无明习气所染污。那这个无明习气呢，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就是我执的这个习气，那或者说呢，在这边称叫做我见习气。那因为是由我见习气呢所显现的缘故，它已经被这个我见习气所染污，所以它所显现的是由我见习气所显现。所以既然是由我见习气所显现的时候呢，它所显现的呢就是错乱的，因为我见习气所显现的呢，就是会显现呢就是外境成立。但是呢，外境成立对于任何一派的唯识宗来说呢，都是不承许的，因为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空性的所迫。所以他就讲到说，他所承许的色等五种外境呢，它并不是出分，因为这个出分的这个色呢，它已经被无明习气所染污。如果是无明习气，就是这个我见的习气呢，它所显现，如同它所显现一般成立的话呢，那就是外境成立呢，必须承许说有外境成立的存在，所以就讲说呢，因为如果出分成立的话呢，外境呢就必须成立，所以这是两大最大的不同。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区分的呢，就是唯识实相派呢所承许的出分色，还有假象派呢所承许的出分色呢，所指的呢是不同的东西。因为假象派呢所承许的出分色呢，就是这边讲的所谓的出分色，并不是说我们在讲到说像是无常的时候，又把无常分为粗无常、细无常，并不是指这种粗分或细分，或者说呢，我们在讲到说这一法呢是较容易通达，所以是出分，这一法呢
较难通达，所以是细分，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做解解的。就是以假象派来说呢，他所承许的初分呢，纯粹就是指说，就是这一法它如果不需要关带直至之了事，然后是有距离存在的这个呢，就是外境成立这一分呢，就是所谓的初分色。所以假象派所承许的初分色呢，指的呢就是外境成立。那实相派呢，他所讲的这个初分色呢，就是一般就是我们直色眼智的这个所行境，就是一般色等五境呢，那这个呢是他所谓的初分色。所以两者所指的初分色呢，是在理解方面呢是不同的。以上呢就是讲完了，就是唯识中呢关于境的主张的方式。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有境的主张方式。那在讲到说境的主张方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唯识中在讲境的时候呢，它可以从就是自相或者是共相来分。或者说呢，另外一种分类的方式呢，就是从就是三质性呢，然后来分它的境，那或者是呢以二谛呢来区分它的境。那以上呢就是对于说唯识中呢它境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主张方式。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有境。那同样呢在讲有境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什么叫做有境呢？有境就是能去入境的，称之为叫做有境，能去入境者呢，称之为是有境。所以我们在区分有境的时候呢，又把有境呢，就是分为就是生、了知还有识夫。那以就是正量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说有所谓的就是了知生量，还有就是正量识夫等等。那以声音来说的话呢，那就是有它的像是正名，就是它真正的名字，就是实名或者是正名或者是假名等等，然后来做区分。那所以刚就讲到说的呢，就是能去入境者呢，称之为是有境。那从就是了知来区分这个有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就是区分它就是分别知、无分别知、错乱知，然后呢无错乱知，然后呢意知、根知，或是心王、心所，或者是遮浅去入知、成立去入知等等呢，然后来做区分。那不过呢，在这里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透由就是这边最主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呢，就是把心法，如果我们把它收摄的话呢，又可以分为就像是六识身。那六识身呢，就是所谓的六识呢，就是前面的就是五根识嘛，然后五根识呢加上第六意识呢，所以叫做六识身。那不过就是以这边实相派跟假相派在区分的时候呢，就是六识呢是基础，那六识呢它基本就是和就是经部中呢同样呢也是承许就是有六识身。那像实相派呢，它在承许就是八识身的时候呢，就是在五根识，然后还有意识，然后呢之上再加上就是阿赖耶识，还有像是染污识或是一般所说的末那识，所以合起来呢总共是八识身。那就是这边呢，就是要特别注意呢，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六识身呢，所谓的识呢，它就是跟心，那这心呢指的是心王，所以六识身呢，它指的是说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呢，那这个呢称之为叫做六识身，还有意识呢叫六识身，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眼识呢和眼知二者呢是有不同的，因为眼知呢它其实包含了心王还有心所，就是一切呢就是跟随着就是眼识旁边的这一些心所呢，它同样呢也是眼知，但是呢它并不是眼识，所以我们要分得出所谓的六识呢，指的呢都是指心王。那所以就像是我们在讲到眼知的时候呢，眼知它就不一定要是心王，因为眼知呢它也是有所谓的心所的部分。那同样呢就是耳鼻舌身意呢，那也都是一样的，就是讲到识的时候呢，是鼻识舌识身识呢，那就一定呢要是心王。那如果说讲到是耳知鼻知舌知身知意知的时候呢，它不一定呢要是心王。那这是关于六识身的部分。那这边呢，就根据实相派的话呢，它是主张八识身，就是在六识之上呢，再加上阿赖耶识，还有呢就是染污识。因为就是前面有讲到说识、意、心呢，这些都是同意的，或者说再加上心王呢，这几个呢都是同意的。所以像是染污也好，是染污识也好，那这个呢都是八识身。那不过以阿赖耶识来说的话呢，阿赖耶识呢，它是为心王之外呢，阿赖耶识
并不会有所谓的就是心所的部分。所以在六世身呢，六世身之上呢，再加上阿赖耶识还有染污识呢，那合起来呢就是八世身。那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他要安立阿赖耶识呢？那最主要呢，就是就如同前面所讲到的，就是在色等五种对境呢，它是依于阿赖耶识之上呢所留下供不供的这个习气嘛。那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造业之后，它从造业到感果之间呢，那会经过很长的时间。那在这时间呢，这个之前所造的这个业呢，它就以能力的方式，就是它变成一种能力，它不会现行。那这个能力呢，称之为是习气。那习气呢，要有一个能够安立的一个地方。那习气所能够安立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安立在就是像是初分的这个根支的话，如果是安立在根识之上的话呢，那根是因为它是初分的，它这当我们呢进入就是定的状态的时候，入定的时候，或者说在临死之前呢，这个初分的心识就已经消失了。那既然它会消失，就表示说习气呢无法存放在上面，因为习气如果存放在上面，习气也会跟着消失，那之后就没有办法感果。所以呢，要放在呢更细分的这个意识之上。那更细分的这意识呢，他们就安立呢，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那同样呢，习气呢，它也不可能安立在这个身体之上，因为身体呢，这个色身呢，比这个初分的了知呢，就是更无法延续到来世。因为呢，最主要会安立这个六世，或者说在安立这个阿赖耶识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我们在安立从过去到今生，那今生呢到来世，或者说呢我们的造业感果所存放的这个习气，造了善业感得乐果，造了恶业感得苦果，习气的存放去，以及呢我们在指的就是普特伽罗呢，它的实有的这个普特伽罗，从过去到今生，今生到来世的普特伽罗呢，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所依呢，就是依靠着这个阿赖耶识，它同样呢也是存取这个习气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习气呢，那所以就想要说，初分的这个身体呢，这个色蕴呢，在我们死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被烧掉，那当然色蕴就不存在。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是安立初分的这种五根识，或者说安立初分的这种意识的时候呢，那它在我们就是进入定的状态，或者说在临死之前呢，它就已经消失了，它是没有办法到来世去的。那所以能够安立的呢，就是安立，就是能够存放在阿赖耶识之上。那它存放在阿赖耶识之上呢，就是我们一般呢就讲到说，就是由施感受用，然后呢由戒得安乐，就是透由布施，我们能够感到好的这种受用的果报。那透由好好的持戒呢，能够获得这种人天的这个安乐。但是我们在今生造业的时候呢，离感果的时间呢，它不一定是今生造业，今生就感果，或者是来生就感果，它可能造的业呢和要感果之间呢，可能隔了就是无数生。所以在无数生的时候呢，你之前所造的这个业呢，它就成为能力，变成习气呢，存放在阿赖耶识之上。那什么时候呢，获得了就是爱取有的这个滋润的时候呢，那这个果报呢，它才会因此而成熟。那这个呢，也就是透由12缘起的方式呢，来解释到这个习气的存放以及它是如何感果的。那对于就是阿赖耶识呢，那宗喀巴大师在他的《阿赖耶识论》里面呢，就在解释阿赖耶识这本论点里面呢，就有提到说，阿赖耶识它具有就是4种特性。那4种特性呢，就是从阿赖耶识的所缘、形象、体性呢，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助伴呢，然后来做解释。那阿赖耶识的所缘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意、有情还有习气。那这个意呢，指的就是说，就是色等五意。就讲到说，就是色等就是5种对境的，那是它的意。那这边的有情呢，并不是指说我们这个众生有情这个有情，这个有情指的呢，就是指说能够通达这个5种境的，就是5种根支。所以呢，它的所缘呢，就是除了就是色等5境5根支之外呢，那还有习气。那这个是阿赖耶识的所缘。那阿赖耶识的形象呢，那形象就如同前面所讲的，它是能够显现的，就是色等五意还有有情。那有情指的就是指说能够见到这个5境的这个5根支。它虽然能够显现就是有情还有
五根支还有五境能够显现，但是无法决定，所以这是关于呢就是形象的部分。那阿赖耶识的体性呢，它是善恶无记当中的无记，所以它的体性呢是无记。那以住伴来说呢，就是阿赖耶识呢，它的四周呢就是就是五片行心所，就是只有五片行心所，就是受想思处注意呢，就是五片行心所之外呢，没有其他的这个心所。所以呢，就是从阿赖耶识的所缘，那所缘呢就是色等五境，然后呢五根支，然后以及习气。那形象呢，就是说能够显现就是色等五境还有五根支等，但是能显现，但是无法决定。那体性呢是无记的体性。那以住伴来说呢，就是具有就是受想思处作意呢，就是五片行呢作为它的住伴。那接下来就是至于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体性呢，那就讲到说它的体性是无记的。它的体性是无记，这个其实蛮好理解的，因为我们讲到说就是有承许到说阿赖耶识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就是补特伽罗呢，就是补特伽罗能够从过去到今生，今生到来世。那同样呢，就是任何补特伽罗的心绪呢，它都会有阿赖耶识。那如果说阿赖耶识它是善的话呢，它是善心，它是善的话呢，就表示说那恶呢是无法再现行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就算现在在行善的这个有情，他的心绪呢还是可以有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呢它不会是善，同样的它也不会是恶。它如果是恶的话呢，就表示说这个善呢，这个补特伽罗心绪当中的善呢永远都不会现行。而且我们知道说补特伽罗无论说他在造善造恶的时候，心绪当中呢都会有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呢它非善非恶呢就可以很清楚了解。那既然是非善非恶呢，所以它就是无记的这个体性。那同样呢，它的住伴呢就是唯有五片行，因为已经讲到说阿赖耶识它既然是它是心，就表示说它是心王。那只要有心王的话呢，它最少呢周遭一定会有五片行心所相随，所以呢它的住伴呢就是一定会有这个五片行的这个心所呢相随。所以对于阿赖耶识呢，它的体性呢，还有它的住伴来说呢，是比较没有问题的。那对于就是它的形象呢，就讲到说它可以通达就是一切就是情器世间，然后色等无尽。那争议最大的部分呢，就是在于说它形象的部分，因为形象呢，我刚刚讲到说，就是它虽然能够显现这一些，但是它无法决定，所以从这样子来判呢，就会觉得说，那辩论的问题就会出来了。那阿赖耶识呢，它是否呢是显而未定之？因为它对它的境呢，它能够显现，但是无法产生决定。那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要说就是阿赖耶识它就是这个实有的补特伽罗。那是否说有实有的补特伽罗呢？就是有补特伽罗呢，他对他自己内心里面在想什么，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内心呢是无法通达的。因为阿赖耶识他无法通达，因为他只有显现，但是无法决定，所以就表示说他无法通得，无法证得，所以就变成说有无法通达自己的这个补特伽罗，有无法了解自己的这个补特伽罗。那这是第一个，就是会辩论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了知呢，它是否呢是一定要现行的？那从了知是否一定要是现行的话呢，那就是有分为两派嘛。那有的是承许说了知呢，它一定是要现行；那有的是承许说了知呢，它不一定要现行。那也就是承许了知呢，就是一定要现行的这一派来说的话呢，那就变成说我们在根本定制的当下呢是没有，就是大乘菩萨他在进入根本定制的当下呢，他是不会升起菩提心。同样呢，他这个时候呢也不会升起就是通达就是无常等势力十六行相的这个了知。那这个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因为呢，就讲到说，就是既然说是了知，它就一定要是现行的话，那以就是大乘见到后得智的这个圣者，大乘见到后得智圣者，他心绪当中的这个阿赖耶识来说的话，因为你在现证空性，就是进入根本定制的当下呢，你没有办法通达四谛十六行相嘛。那你没有办法通达四谛十六行相的时候呢，那就变成说是在后得智的时候呢，才能够通达四谛十六行相。那既然在后得智才能够通达四谛十六行相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会问难到说，那大乘圣者就是在大乘
见到后得智的圣者呢，他心绪当中的这个阿赖耶识呢，是否是补特伽罗？那如果是补特伽罗的话呢，那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否是大乘见到后得智？那如果说它是大乘见到后得智的话呢，那同样问题又来，那就是说大乘见到后得智呢，那它就应该要通达四谛十六行相。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说又要辩论到说，那它既然是阿赖耶识，那它是否能够通达无常等四谛十六行相？因为前面经常说它只是显现，所以无法通达，所以在形象的部分呢，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辩论的问题。那所以同样的呢，就是因为有承许，就是无论说阿赖耶识也好，或者说就是六世身里面呢，讲到意识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会承许到说，就是佛圣者呢，就是佛呢，它是同时就是能够就是三种归一呢，就是合为一的这个体系。因为佛圣者呢，它本身呢就是佛嘛，那佛圣者心绪当中的这个道谛呢，就是法宝。那同样呢，佛圣者心绪当中的这个意识或者是阿赖耶识呢，就是补特伽罗，所以它就是生宝。所以佛呢，它是总集于就是佛法僧三宝于一身。那就是在了解这一部分之后呢，那同样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释了师呢，如果是说释了师一定要现行的话呢，那对于说阿赖耶识的辩论呢，会有上述的这个问题。同样呢，如果说程序说释了师呢不一定要现行的话呢，那同样呢，刚刚的这个问难也是同样的会回来，就是无论说你是程序释了师是否要现行或是不现行呢？那你对于说阿赖耶识它是否能够通达四谛十六行相这一点呢，都会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上述呢，就是我们对于阿赖耶识呢，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那大家可以先把这个主要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先记下来。那比较深细的部分呢，等到我们之后呢，就是开始在专门就是介绍阿赖耶识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广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就是第19页的倒数第4行，讲到说有境的主张方式呢，那如果根据形象就是实相派来说的话呢，他主张八识身，那八识身呢就在其他中义者所主张的六识身之上呢，再加上阿赖耶识还有攘污识呢而主张八识身。那其他中义者呢，就是包含了像是一切有部、经部，然后呢，中观中里面的就像是秩序还有应成呢，都是承许六识。那六识呢，也是讲到说，就是五根识以及意识嘛。那根识呢，我们就知道说，依着知之不共真上缘呢，具色跟而生的呢是根识；那依着知之不共真上缘呢，意根而生的呢是意识。所以呢，在六识身之上呢，又加上了就是阿赖耶识还有攘污识呢，所以主张八识身。那虽然说就是唯识中主要是讲到就是实相派来说，主要是讲到八识身，那也有提到说像是九识身的。那九识身呢，就是在八识之上呢，再加上一个就是无垢识。那加上无垢识之后呢，就成为了九识。那虽然说有这样子的程序方式，不过也就是实相派至终来说的话呢，他们主要程序呢还是以八识身呢为最主要的一个主张。那就是我们之前就聊说，阿赖耶识呢，它的藏文呢叫做棍系。那棍呢是一切的意思，也就是呢善恶一切习气呢所安放之处。那个习呢是根基的意思，所以以字面上藏文的字面上来说呢，就是你所指的就是一切所依之处，也就是善恶一切习气所依之处呢，把它称之为叫做阿赖耶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课文，那就讲到说阿赖耶识还有攘污识的势力呢，就是如下。那第一个呢，就是阿赖耶识的势力呢，就是主张异于六识身，而且不关待自之真上缘呢，就是根呢的这个了知呢，就是第一个呢阿赖耶识。所以第一个呢阿赖耶识呢，它是异于六识身，所以就表示说它的体性呢，就是不会是根识，而且也不会是意识。而且呢，它不关待自己的真上缘，这样它的真上缘是不需要关待这个具色根的话呢，不需要关待具色根呢，就表示说阿赖耶识呢，它是
根知还有意知当中的意知，所以它可以是意知，但是它不用是就是第六意识的这个意识，它也是意知，因为我们知道说了知它要么呢就是根知，要么就是意知。那这里既然讲到说它是不需要关带自己的不共真上缘，就是俱舍根的话呢，就表示说它一定是意知。那当然是意知呢，不一定是只有就是第六意识，所以意于就是六识身，而且不关带自知不共真上缘呢，根的这个了知呢，或者说根的这个识呢，那也就是阿赖耶识。那所以这里呢，就是特别讲到说，就是异于六识身。那异于六识身呢，就很好理解，就是它并不是五根识，然后呢，也不是第六意识。那这个不关带自己的真上缘呢，那这边的真上缘呢，指的就是说，就是不共的真上缘，就是它不需要关带的这个根。那同样呢，你也可以说，它所不关带的这个真上缘呢，并不是六识呢随意的这个一根呢，那也是可以，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只要是了知的时候呢，它的一定有它的真上缘呢，就是一根。所以这里你从不共真上缘来理解呢，那就是讲到说，就是俱舍根的这个不具有真上缘俱舍根的这个了知呢，这个意识呢，那就是阿赖耶识。那还有一个要补充的是讲到说，阿赖耶识呢，那阿赖耶识就是它会一直就是持续到什么时候呢？那我们知道说，如果以补特伽罗来区分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为就是未入道的有情，然后小乘道还有大乘道。那以未入道的有情还有小乘道呢，那小乘道呢就是包含声闻和缘觉。那他们在未证的阿罗汉之前呢，那都是具有阿赖耶识的。所以从未入道一直到就是如果是从小乘道有情的话呢，那从未入道一直到未证的阿罗汉之前，那心绪之中呢都是有阿赖耶识。那等到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呢，那心绪之中就没有阿赖耶识。那以大乘道来说呢，大乘道就是到八地以上，就是净地。大地菩萨之上呢，八地以上呢，那心绪之中呢是不会有阿赖耶识的。那这边呢就会问到说，那从未入道一直到小乘阿罗汉果之前呢，那都有阿赖耶识。那等到成办了阿罗汉果之后呢，那没有阿赖耶识，那这时候是阿赖耶识就消失了嘛？但是我们前面又讲到说，你承袭阿赖耶识是实有的有情，所以它是从无始以来呢，一直到这个时候都会有。那为什么成办阿罗汉果的时候呢，这个阿赖耶识它难道是它的续流呢就中断了吗？那这边就回答说，并不是中断，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阿赖耶识它的体性呢就转变成了这个异熟识，所以它是体性呢变成异熟识之外呢，并不是说它的续流呢就是中断。那虽然说呢是这样做解释，不过呢也有一派呢就是认为说在阿罗汉的心绪之中呢还是有阿赖耶识，因为呢就是在判别阿赖耶识的时候呢，除了这些善恶习气所安立之外呢，然后又判的就是烦恼所依的阿赖耶识，烦恼障所依的阿赖耶识和所知障所依的阿赖耶识，所以承许阿罗汉心绪当中呢，就是有阿赖耶识的呢，还会讲说，虽然说阿罗汉的心绪当中已经没有烦恼障所依的这个阿赖耶识，但是他还是有所知障所依的这个阿赖耶识，所以他的心绪之中呢，还是有阿赖耶识。那虽然说呢是这样子，有一些是这样程序，不过以宗喀巴大师至中的程序的话呢，他是程序说就是在阿罗汉的心绪当中呢是没有阿赖耶识。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染污识的部分。那染污识呢，同样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阿赖耶识的解释当中呢，那同样也是以就是它的所缘、形象、体性呢，还有助伴呢来做解释。那以染污识的所缘来说呢，它所缘的呢，就是缘到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心绪当中的染污识呢，所缘的呢，就是我们自心绪的这个阿赖耶识。所以第一个所缘呢，就是自心绪的这个阿赖耶识。那第二个形象呢，就是它缘了就是自相续的阿赖耶识之后呢，把它执持为有我，所以它的形象呢，就是把
阿赖耶识呢显现为有我，就是把它指使为有我，那这是它的形象。那第三个呢，它的体性呢，就是体性我们讲到说，就是它的体性是有覆无记，就是无记里面呢就分为就是有覆无记和无覆无记。那它这个是有覆无记，那所谓的有覆呢，并不是指说我们设法就是遮上这种覆盖，这个呢叫做有覆。它这边的有覆呢，指的是说具烦恼相，具烦恼的缘故，具烦恼的无记。那无记呢，就提到说非善非恶，叫做无记嘛，所以它体性是无记的体性。不过呢，它是有覆无记，所以它是具烦恼的这个非善非恶。那这个呢是染污式的这个体性。那它的助伴呢，就提到说它就像，因为它本身是是嘛，所以是心王，所以它一定呢就是具备了五片行。所以在五片行之上呢，然后再加上就是贪、无明、我慢、我见这四种呢，它是有9种心所呢，就是伴随着它，就是前面讲的就是受想思处作意五片行之外呢，那再加上贪、无明、我慢还有我见，那加上这4个呢，所以它总共就是有9种就是心所，就是围绕在他身边。所以他和在解释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就是一样，透有他的所缘，所缘呢就是阿赖耶识，那形象呢就是圆了阿赖耶识之后呢，指使为有我的这个我执。那它的体性呢就是有覆无记，所以它是非善非恶的体性，但是呢它是具烦恼的这个无记，所以叫做有覆无记。那它的助伴呢，就是除了五片行呢，就是根本的五片行之上呢，再加上贪、无明、我慢还有我见呢，这4个心所，所以它总共有9个心所呢围绕。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就是第一个呢就讲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他是不关待自己的真上缘呢，就是根的这个识呢，就是第一个阿赖耶识的势力。那第二个呢就是染污识。那染污识或者是染污意呢，这个染污呢在藏文里面呢就是这个烦恼的意思，就是具有烦恼的这个心王呢，所以它叫做染污识。那染污识呢，它就是以阿赖耶识呢为所缘，就是以自相续的阿赖耶识呢为所缘，并且呢，就是执持呢，它是能够独立实体有的这个形象来持持的这个识呢，也就是第二个就是染污识的这个势力。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它就是也有所谓的受嘛，因为它有五片行，所以它有受心所。那五片行里面的这个受心所呢，就是烦恼染污识的这个受心所呢，它一定呢会是舍受，它不会是苦受，也不会是乐受。因为呢，我们刚才讲说，它如果是苦受的话呢，那在乐受现行的时候呢，照理说是不会有苦受，或者说呢，在苦受现行的时候呢，是不会有乐受。所以呢，无论是阿赖耶识或者是染污识呢，它这个受的这个体性呢，都是舍受的体性，因为它非乐也非苦。那所以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讲到说，就是阿赖耶识染污识呢，它为什么呢？就一定要是它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个它的受心所呢？就一定要是舍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所产生的这种乐受呢，就是透由就是五根呢。透由五根所接触到境所产生的这一种乐，那还有透由呢，就是我们的意呢，就是心意呢所产生的这一种乐受。那在这种乐里面呢，就是又分为就像是就是乐喜。那在这边我们讲的就是以三禅来说呢，就是三禅它所升起的呢这种心里面的这种乐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喜乐嘛。那这个喜乐就是在三禅天，如果说它是在，因为染污识在三禅天之上还是有的，因为我们讲说染污识什么时候才会断除呢？染污识是只有我们在证得了阿罗汉果之后呢，这个染污识是它才会断除。那在此之前呢，都是会有染污识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三禅以上呢，它还是有染污识。那三禅以上呢，它是有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一种安乐，但是这个安乐呢，并不是所谓的乐受，它也是一种舍受。因为三禅以上呢，它是
苦乐舍里面呢，它唯有舍受。所以呢，如果我们是安类这一种喜。安利这种喜的这一种舍受的话呢，就是这种意，如果是乐受的话，因为三禅以上都有嘛，那就变成说，在凡夫当中的心绪当中是没有任何的乐受，因为你只有到三禅之后呢，才能够感受这样子的乐受，会有这样子的过失。那或者说呢，如果你是不是你如果说是安利，就是三禅之上的这个喜乐的话呢，那同样那在四禅以上还有就是无色界呢，它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舍受，那没有舍受就变成说它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阿赖耶识，它也不会有所谓的这个染污识，所以由此而断除了呢，就是和它相应的这个受心所呢是苦以及乐呢，这两者就是唯有舍受。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以阿赖耶识呢为所缘，并且以自己呢独立实有的这个形象呢来指我的这个事呢，那就是第二个染污识。那我们在讲到说，就是真实独立实有呢，这个实有跟实有呢，就是意思呢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实有。那实有还有说就是但是这个实有呢是有的，就是我们知道说。阿赖耶识它本身呢就是实有嘛，但是呢这里它算是实有，所以这边就是要区分说能够支持自己独立实有形象，然后来执为我的这个事，所以你是把这个真实独立的实体有实有的这个形象呢，把这个实有执持为我，把它执为就是我呢是不需要关待其他了事而能够安立的呢，这种执持呢才能够称之为叫做就是染污识的这个它的所缘，所以它所缘的呢，就是它所缘呢是阿赖耶识，缘了阿赖耶识之后呢，它执持呢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真实独立实体有，然后把这个真实独立实体之有呢执持为我的这一种事呢，这个呢才是所谓的染污识。主张呢，接下来就讲到说，主张阿赖耶识呢是业果所依之福特伽罗的这个势力，那就讲到说呢，阿赖耶识呢它是业果的所依，那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业果的这个所依呢？那就如同刚刚所讲的，就是我们造业之后呢，推也说我们在讲说就是能引业的时候，就是我们造下能引业的第二刹那呢，它第二刹那它就立刻变为一个习气，它就变成一种能力，变成一种习气。那这个习气呢，就是你要有一个能够安放这个习气的地方，所以就是我们以造业来说的话，就是一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意乐呢，就是以无明呢做我们的灯起，做我们的意乐，然后有无明为灯起，有了这个无明之后呢，我们会造下就是各种的业，无论是善业或者是恶业。那造下的这个业呢，就是所谓的能引业。这个能引业造下的第二刹呢，它就变成了习气。那这个习气就安立在哪里呢？它就安立在第三支，就是安立在第三支识支之上。这个识呢，指的呢就是阿赖耶识。那为什么要安立这个阿赖耶识呢？因为就像我们所讲的，造业者还有感果者呢，他一定是同一个心绪的福特伽罗。那但是呢，你并不是现在造业之后呢，你马上就会感果。你在造业到你感果之间，它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果你不安立这个习气，或者说你安立了习气之后，习气他们有一个存放的一个所依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造业跟感果者呢，我们就无法承许说，哦，这个有情在过去是他造了什么样的业，所以他现在感得了什么样的果，这样的因果关系呢就无法成立。所以就是为了能够承许呢，就是我从过去到今生，今生到来世，那我过去是造了什么样的业，然后现今感得了什么样的果，就是为了能够安立这一些呢，所以我们才讲说，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造下这些业呢？就是因为无明的缘故，因为有了无明，所以我造了这个业。那所造的这个业呢，就是能引业。所造下能引业，它的第二刹那呢，它就成为了这个习气的体性。那这个习气体性呢，它就安立在第三支，就是无明。有了无明之后呢，造业，业呢就是行嘛，有了行之后，第三支呢就是识，把这个习气呢安立在第三支识之上，所以才讲说呢，它是业果的所依。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说呢，实相派呢，它是安立就是阿赖耶识呢是业果所依的福特伽罗的这个势力。那假相派呢，它是主张呢，它是承许呢就是六世身，而且呢就是
仅安利义士呢是异国所依之补特伽罗的这个势力。所以就以假象派来说的话呢，它仅仅呢就是安利了这个义士。为什么是安？这边用一个仅安利义士呢？仅这个字呢，就是为了去除呢，就是讲到说，你除了六世生之外呢，又安利了所谓的七世生、八世生、九世生，就是为了断除所谓的七世、八世、九世生呢，所以仅安利的就是义士。所以他承许呢，就是安利六世生。就是唯识假象派呢，它只承许有六世生，所以它这承许呢，就是我们这个业果的这个业果所生的这个习气的所依的这个补特伽罗的示意呢，就是安立在就是第六世之上，也就是第六意识事项的这个补特伽罗呢，是存放习气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将今天呢，就是所有上课的内容呢，做一个收摄。那一开始呢，就讲到说，就是以实相派来说的话呢，它是承许说色等五种，就是外境呢，它虽然不是外在成立的，但是呢，是承许呢，它是出分的。那以假相派来说呢，它是主张呢，就是色等五种外境呢，它并不是出分，因为如果是出分成立的话呢，那就是要承许说它是外境成立。那这边看起来呢，好像是讲到说，就是对于说出分色的这个安利，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在显示出了就是实相派还有假相派之间的一个差别。那这里呢就可以顺便补充到，就是虽然说唯识中呢它是讲到说色呢外境不成立，那应成派呢是承许说色外境成立，不过他们所讲的外境成立呢，就是意思呢是不同的，就像如同刚所讲的，唯识中所承许的外境成立呢，是指到说就是色呢它是不需要观待直至之了之，然后呢和其是有距离存在的这个呢，那这个呢叫做外境成立。但是以应成派来说呢，他所承许的外境成立呢，就是非心绪所摄的这个摄法呢，就称之为是摄外境成立。那第二个呢，就想要说有境的主张方式。那有境的主张方式，我们讲说所谓的有境呢，就是能去入于境者。那能去入于境的呢，又分为就像是能全身、补特伽罗还有了知。但是虽然说能够安立就是能全身，但是能全身呢，最主要呢，就是你如何能够安立这个能全身呢？你还是得要就是观待补特伽罗，所以能够安立能全身是因为补特伽罗的缘故。那补特伽罗是如何安立的呢？补特伽罗最主要呢，还是要观待于了知，所以其实讲到说三种有境呢，那最后呢还是要追溯到了知之上。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讲到因为在解释有境呢，主要是从了知上来做解释，所以从了知上呢，那就讲到说就是在以实相派来说的话呢，他主张八世身，那就是说在其他中义者所说的六世身之上呢，再加上了就是阿赖耶识还有染污识。那所以虽然说这个表面上呢，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呢，它直接显示的呢是讲到说就是实相派呢，它程序有八世身。那同样呢，它里面也显示说就是其他的这个内道的这些中义师呢，他所主张的呢就是主张六世身，所以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就是在讲到说就是那在八世身呢，就是在六世身之上，再加上阿赖耶识还有染污识。那我们在解释阿赖耶识还有染污识的时候呢，同样呢都是透过它的所缘、形象、体性，还有它的助伴。那助伴呢，就讲说就是和它相应的这个心所呢，然后来解释阿赖耶识还有染污识。那同样呢，我们就是多补充了，就是阿赖耶识还有染污识呢，它会消失的这个地界呢，到底是到什么地方？那就是到成办阿罗汉之后呢，那这个阿赖耶识和染污识呢，它会消失。那接下来呢，就是又讲述到就是阿赖耶识呢，就是在以形象派来说呢，它承许阿赖耶识呢是业果所依的这个补特伽罗。那以假象派来说呢，它承许呢就是六识呢是这个业果所依的这个补特伽罗。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上课的重点呢，就是从一开始呢，就是先讲到说，就是实相派还有假象派呢，他们的差别。那从实相派跟假象派的差别呢，那接下来第三个重点就是讲到了呢，就是
他们所承许的初分社呢是什么。那第4个重点呢，就讲到说，就是讲到有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到说，有境呢就是能够分为能全生、不特伽罗还有了知。那最主要呢，为什么会讲述了知的原因？那第5个呢，就提到说，就虽然说在这边呢直接讲到说，就是实相派呢它是承许80声。那同样呢，透由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说，那其他内道中医师呢，他所承许呢，就是不承许80声，那他们所承许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承许到60声。那接下来的第6个重点呢，就是讲到就是阿赖耶识，还有这个染污识。那以及第8个重点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实相派还有假相派呢，他们承许的这个业果所谓的不特伽罗呢，那一个承许是阿赖耶识，那一个呢就是承许就是第6意识。那以上8点呢，就是今天上课就是主要的内容。我想请问一下，之前我们有学过，就是经部中对于第10成立是跟那个无常法同意嘛？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唯识中对于第10成立他是怎么解释的？然后他是不是唯识中所认为的第10成立就是志向有呢？就是我们前面呢，就是在经部中的时候呢，就想要说经部中它的生义谛呢，还有第10成立呢，和这个无常的法类呢是同义的。因为在安立生义谛的形象的时候呢，就想要说圣义具有作用者嘛，那所以呢，只要是无常的法类呢，它就是第10成立的。那对于唯识中来说的话呢，就是唯识中我们在讲到说，就是第10成立也好，或者说这边所问到的就是志向成立，或者说呢智性成立、智方成立等等呢，那这些呢也都是同意的。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就是不论是经部中或是唯识中呢，就是我们在分类诸法的时候呢，分成就是智相和共相的，这个呢是全部事物中都同意的。不过呢，就像是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它在细分更细的时候呢，它会分为就是45种所知嘛。那或者说我们经部中在分的时候呢，又会再细分为像是无常的法类呢，又分为色法、心法、心不相心法等等。那同样呢，唯识中在分类的时候呢，它就是以3自性的来做分类，也就是依他起、遍计执和缘成实。那依他起和缘成实呢，这两者我们承许呢，就是它是第10成立的。那因为它是第10成立的缘故，所以它同样的呢，它也是志向成立。那依他起和缘成实，它是志向成立。最主要的缘故呢，就是因为它非由分别心安立，它是唯由境上所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讲述它说它是第10成立，这是最主要的唯识中第10成立的原因。那虽然说我们在安立唯识中的，就是无论说它是第10成立也好，或是自性成立也好，或者说呢智方成立也好，或是呢境之上成立也好呢，那这些呢虽然都是同意的，不过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唯识中呢，他讲的第10成立呢，和经部中所讲的第10成立是不一样。因为经部中所谓的第10成立，他所讲的呢，就是它是透由这个因缘，要观待因缘而生的呢，然后把它安立为叫做第10成立。但是呢，在经部中在唯识中呢，它并不是这样子安立的。唯识中它会安立呢，最主要就是因为说，他们两者呢，并非由分别心所安立，是唯由境上去成立的。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依他起还有缘成实，因为我们知道缘成实对于唯识上来说和空性是同义的嘛。那我们上一堂可以讲到说，为什么承许到说它为什么是第10成立？它第10成立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所空处依他起是第10成立的缘故，所以自然而然呢，它之上的这个缘成实呢，也是把它安立为第10成立的。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并非有分别心安立，它是唯有境上所成立。所以这边要稍微做一个区别的呢，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因为唯识中它也是承许呢，就是境心二者合，就是一法要安立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就是透由心去安立之外呢，那境上面呢，它也要去做安立。所以一般我们在承许到说，就是他在安立一法存在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承许他说他是就是境心二者要合，就是除了就是心去安立之外呢，那境之上呢也是要成立的。所以
虽然说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会讲到说，像第十成立啊、志向成立这一些，在解释虽然都是同意的，但是他在理解的时候呢，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因为从第十成立去了解的这个解释呢，会讲到说，它并非由分别心安立，是唯由镜上成立，这一点呢，称之为叫做第十成立。不过呢，因为它本身呢，就是在镜上就能够安立的时候呢，又称为这个叫做就是智方成立。所以虽然说它意思是相同的，不过在安立的方式呢是稍有不同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在下部中呢，就是以经部中来说的话呢，它的智性成立、智方成立、智向成立呢，这些呢都是同意的。那它所承许呢，它是承许说，就是圣义谛呢，还有第十成立呢，两者呢是同意的。因为圣义谛或是第十成立呢，它是讲说它是和无常的法类同意，它是要刹那刹那呢，就是坏灭的这一些，它是在圣义之中能够去安立的，就是它是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那这个是经部中所承许的。那到了唯识中的时候呢，唯识中他就不会承许说圣义谛呢跟第十成立两者呢是同意的，因为在以唯识中来，应该说唯识中以上呢，他们就承许说所谓的圣义谛呢就是空性，圣义谛和空性二者呢是成立的。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智向成立、智方成立呢，还有第十成立呢，就是会安立为同意的。那等到了就是秩序派的时候呢，秩序派它的志向呢和志向成立呢，志向和志向成立又变得不一样，就是它的志向呢不一定会是志向成立，就是志向和志向成立的意思呢又变得不同。那等到应成派的时候呢，那就会讲到说，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是11种所迫嘛，就像是第十成立、圣义成立啊，然后志向成立、智方成立、志向成立等等的这11个所迫呢是同意的。所以各个部派呢在安立这一些就是圣义谛也好，或者说像是圣义成立啊、第十成立啊，就是从经部中开始到唯识中、秩序派以及应成派呢，就是每一派呢都有一些些许的一些差异。